鯊魚殘酷的生存哲學，未出世就互相殘食，不斷前行才可生存。仿生學啟發醫療突破。鯊魚古時叫做膠魚，係屬於軟骨與鋼板亞綱鯊種目嘅水生脊椎動物。你可能唔知，佢哋係一種好古老嘅魚類，最早可以追溯到4億年前嘅志留紀時期，直到今日已經演化出超過500種唔同品種，係海洋生態系統入面不可或缺嘅頂級掠食者。特徵：鯊魚嘅體型差異原來好驚人，最細嘅侏儒鯊得17公分，而最大嘅鯨鯊竟然可以超過12米。佢哋嘅牙齒數量更加誇張，一次可以有50到300隻牙，一生仲可以換超過2萬隻。原來鯊魚嘅骨骼係由軟骨同結締組織構成，重量輕，方便游水同慳能量。但因為冇空廓，如果離開水面，身體重量會令佢自己壓垮。仲有，鯊魚側面嘅5到7個腮裂只係水流出口，唔似硬骨魚有腮蓋，可以靠肌肉泵水。呢個秘密令部分鯊魚必須不停游動先能呼吸，不斷前行才可生存。更驚人嘅係，鯊魚嘅感官超靈敏，鼻子比狗仲勁，幾公里外嘅血腥味都聞到。佢哋仲有強大嘅電感應能力，主要靠頭部嘅勞倫氏胡福器官。頭部皮膚表面有好多微細孔洞，連接住電敏細胞群，可以偵測水底好微弱嘅生物電場，例如獵物嘅肌肉運動同心跳，用嚟揾食同導航。呢種超靈敏能力令鯊魚可以避開障礙物，就算喺渾濁嘅水入面都可以精準揾到埋響沙下面嘅獵物。呢個秘密仲被科學家利用，研發出防鯊手環，模擬電場干擾鯊魚，達到預防攻擊嘅效果。冷知識：好多鯊魚係卵胎生，卵喺母體入面孵化，再生出魚仔。而大白鯊嘅幼胎竟然會喺母鯊子宮入面互相殘食，食埋兄弟姊妹甚至未孵化嘅鯊卵。原來佢哋嘅殺手本能係未出世就開始養成。仲有一個神秘現象叫緊張性麻痹，只要將佢哋翻轉或者撫摸佢哋嘅鼻子，鯊魚就會進入裝死狀態，長達15分鐘。科學家就會利用呢段時間去研究佢哋。仿生學：科學家觀察鯊魚時，發現佢身上幾乎冇藤壺、海藻或者其他寄生生物。相比之下，鯨魚、海龜成日有藤壺黏住。點解鯊魚皮膚咁乾淨？深入研究之後，原來鯊魚皮膚表面覆蓋住一種特殊嘅盾鱗 （dermodenticles）。呢啲細細嘅結構唔單止減低水阻，仲形成微紋理，令細菌同寄生物好難附喺上面。秘密就在於鯊魚皮具有天然抗菌同防污功效。呢個發現成為仿生技術嘅靈感來源。鯊魚泳衣減低水阻，幫助運動員提升速度；醫療器材抗菌表面，減少細菌滋生；建築材料保持公共設施衛生；交通工具減低阻力，例如飛機外殼薄膜。所以鯊魚唔單止係一個充滿秘密嘅海洋霸主，佢嘅仿生學更啟發咗人類醫療同科技突破。